你是不是把它留在里面？我要是。哎呦，啊，哎呀，咱说他们讲的这个，我这个对比，我生命就主要对比的嘛，就是基本上可以的那个，然后，罗子基本上可以的那个。在那里头，有一些这个居民老习惯的国家提出，那他们这个这个当地人的人民群里嘛，我这里这个这个这个有老习惯的，这个看是呢，什么什么这个平时我讲的，现在当地大多数这个什么这个买一把，那什么这个的都是大的这个那个，就是什么，那他们的这些这个家的什么出来的土地，什么这个，他们一个的话，什么就是不让拿。经济是吧？具体的这个我们这个咱这楼里的话，这楼里的咱这个多这个是吧？啊，你最近个是干干嘛的？我们是干干嘛的？啊，那楼高这个，我呀，民众的那个是，讲这些了是吧？如果给那个说你九八年进的修了。九八是电线了，电线上头起点马路把对面过呢，那九八呢东岸的九八这个有吧一张，通过电线咱们家电线的哈，咱了解是吧？哎呀，那可能是呢，那陆军的路多年级个是可能是呢，教我们现在就是些啥是吧？那万一把他呀，陆军的那个是呀，教我去准备了，看到教我去西北个是陆军的那个是教我去准备把可能可能把这些。然后叫我去，你把人他妈这些个是，啊嘞，小的，人家我送，人家我这个地方，人家我送到，帮我送点油的。小老干你的话，对啊，他说了跟你的我就说，哎呀，他给他那个叫，啊，也得，他的第一件就件是吧？啊，看见打的第一件，前两天那些要偏多些，对对都把它解决的结果，那现在呢，生病了，偏多些吧，伊拉的动手了的，没说现在上现在多把门，这是吧？他那什么都比这把情况说喜欢的，一个是他这些是吧？从办的，都去这把去看一下那是第二种情况的没联系，对吧？对了，我那说，都去给这把去看一下那是第二的吧？马面有这些，马面的这些东西给这把去也，马面看些这些马路子的话，咱就叫他们随便多把钱给钱，这他的大的就马面的年龄给节省就比钱儿，这他大的就马面的每几年龄的节省就比钱儿的啊，那是他健康是健康的，那是啥呢？每几年龄节省就比钱儿。天天那些把从卡路给贴了多吧。你说我们今天干的什么？
Thank you.